TV 好多謝 Show Club，多謝 Make and Feel 啦，多謝我嘅 AM 團隊啦，多謝 Mirror 11位兄弟啦，多謝監製 Edward Chan、填詞 T-Rex 啦，亦都要多謝每一個中意《Hey OK》呢首歌嘅所有人啦，同埋沈浩啦。跳唱歌喺任何嘅音樂當中，其實係冇分邊樣難啲，邊樣唔難。其實所有嘅音樂都一樣係咁艱辛嘅條路可以。所以我作為自己嘅崗位，喺每次推出跳唱歌嘅時候，我都想做到最好啦，將自己最有 passion、最有期望嘅跳唱嘅道路，我想行得好啲。所以希望大家繼續鍾意我嘅跳唱歌啦。Thank you，多謝。